俾一個一心只想揾優越感嘅人睇穿你，其實係一件幾荒謬嘅事。我諗大家都試過同呢種人傾偈，佢哋好中意同你有嗰句講嗰句，語氣就好似喺一座你仲未爬上去嘅高山上面向你頒布法律咁。佢哋未必係想幫你解決問題，只係純粹覺得自己比你更通透。佢哋透過一塊一早認定咗你係差啲嘅鏡片嚟睇你嘅生活，用佢哋嘅眼光將你嘅世界縮細到一個佢哋可以掌控嘅範圍。但係今日我想問一句，邊個授權佢哋去成為你夠唔夠好嘅最終裁判？有一種人，佢哋深信自己嗰套生活方式係通往成功嘅唯一標準。當佢哋望住你行緊嘅路，佢哋睇唔到你嘅進步，只係覺得你行錯路。佢哋唔係想理解你嘅處境，只係覺得你條路唔似佢哋嗰條，所以覺得好礙眼。我當呢種係一種關心啦，但呢種關心係建立喺你要低人一等，先至可以顯得佢哋見多識廣。呢塊鏡片唔會放大你嘅潛能，只係會不斷強調你同佢哋之間嘅距離。佢哋可能會同你講，話你將件事諗得太美好，或者話你對風險唔夠現實。從佢哋嘅角度，或者係佢哋自以為站得好高嘅高度，佢哋可能係啱嘅。但人生唔係活喺一張地圖上面，你可以清楚所有數據，但依然選擇去追夢；你可以睇到晒所有瑕疵，但依然選擇嗰個人。佢哋嘅現實並唔會令你嘅經歷變得無效。點解我哋要俾一個根本唔中意我哋音樂嘅人去教我哋點樣跳舞？所以對於嗰啲自以為好清醒嘅人，多謝你嘅關心，無論你出發點係乜都好，多謝你咁留意我。但我有我自己行路嘅方式，就算你指出嘅每一個警號都係真嘅，咁又點呢？你嘅意見應該喺我嘅自主權面前止步。我寧願喺你眼中係一個失敗者，但活得似反自己，都唔想成為你眼中嘅成功人士，但連自己都認唔出自己。多謝你提供嘅公式，但我打算寫一份屬於自己嘅劇本。你有冇試過，因為你嘅生活唔符合某啲人對贏嘅定義，佢哋就試圖去糾正一啲你明明覺得好知足嘅現狀？如果你已經學識點樣相信自己對眼，而唔係人哋嗰塊鏡片，我好想喺留言區聽下你呢種心態上嘅轉變。